為協助青年創業，新創團隊中小企業主突破創業甲經營挑戰，持有整合融資信保、創業空間、技術輔導、資源媒合甲研究補助等多項資源，提供一條龍的輔導服務。17日在營地創新育成基地辦理成果發表，市府副秘書長殷世熙表示，進駐在這個地方有一個團隊來輔導我們，包括剛才所提到的法律的諮詢，還有我的資源從哪裡找。甚至青年貸款，我都可以幫他協助；政府的 SBIR 的協助，也可以請他們來協助。當然還有中小企業服務團，中小企業服務團背後有一套專家學者，也可以幫我們寫計劃書去申請經費。所以只要來這個基地，一切都把它包辦起來，安尼有好不好？一切攏安怎？No problem， 大家顧。成果發表會現場，參與計劃企業嘛再來齊創新服務設計，和企業之間互相交流，創造更多合作機會。結合我們的感測技術的一個技術，加上這個晶輝的一個矽膠的一個結合，所以透過傳統的這種力壓呢，可以知道說，這個高齡者他在這個握力方面的一個呈現有沒有一個良好的一個狀態，那也提供他一個後續持續追蹤的一個很不錯的一個方案呢。我們結合了我們傳統在地的一個技術，那以及未來 AI 的一個應用，我們希望打造一個更健康的一個社會。中嘉寬頻雙子星覺得說，那我們應該要幫我們的這些老年人呢，創造一個不一樣的收視的感覺，所以呢，我們就研發了360度的環景影片拍攝。那我們把這個環景影片拍攝的內容呢，把它放到數位機上盒來，那讓老人家很簡單，他透過遙控器的上下左右鍵就可以去看到我們台南市20個觀光景點美麗的這些影像。那另外呢，透過我們數位機上盒的這些數字鍵也非常的簡單，或者是一些這個顏色鍵，很簡單就可以去讓他們跟我們的影片裡面做互動。這一次也非常的感謝我們的經發局跟我們的 SBIR 專案辦公室，可以支持雙子星這一次的計劃，讓我們獲選 SBIR 的績優廠商。經發局表示，台南市地方型 SBIR 計劃自18年起至今已經補助1000多案，投入超過7億8千萬的補助經費，創造超過113億產值，增加超過4000個就業機會。台南市中小企業服務團自18年起已經完成企業關懷訪視輔導2800多案，協助中小企業計劃書撰寫，得到政府補助經費6億4000多萬。營地自1809年起已經累計辦理300多場創業培訓課程，提供260次創業顧問的專案輔導，累計創造將近1億2000多萬的地方經濟效益，逐步帶動企業升級轉型。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